这届大地震，花莲有真侪建筑物起去倒去，受灾户无所在住，有的已经升起投靠亲人，也若有的是去住收容中心。花莲县政府是鼓励受灾户爱赶紧去申请补助，先找所在住落来，先稳定，再来暗算未来。 设备器具家里的所有，因为家家户户都是一样的。地震来了，自贵浪毁害起，家伙拢未付款。参加关谷救灾社会救助的说明会受灾居民真担心，这边地震发电关几多栋建筑物倒去死去，像这位小先生用退休金买2户天龙井的小平座厝，厝倒去钱也无啊，希望政府斗3工。看政府能不能。 有效的帮忙啦，就是那个善款专用这一方面要比上次做得好一点。本来大家讲熟悉的厝，规个倒去。肖先生做技工做10几年啊，怎么暂时住伫咧旧厝？也有一寡人是无所在通去，住伫咧收容中心，也有人去靠亲情或者是住饭店。前面连假煞了，爱登去上班上课，希望先解决大的问题。只有3天的期限，3天期限以后。 我们到底要住哪里呢？小朋友要读那个迷你国小，他要上学怎么办？伫即马受灾安置的民众已经超过200人，官府提供安全救助方案，予受灾民众申请，一户有290万块的补助，会当用这寡钱升级洗厝。这边受灾居民内面有囡仔，世界展望会也伫咧地动了，伫中华国小收容中心设专区，安搭这寡囡仔的心情。 给他们玩的玩具或是挑的绘本，都是比较不要触碰他们心灵上面对地震的东西。对，然后这也是我们早上会一直在做的，就是在发生灾前的时候，我们会建立我们的儿童天地，让孩子能够在玩的过程当中去忽略那个害怕的经验。 用铁道米啊为路本，引导这寡囡仔消脱心内对地震的惊吓，希望会当减少囡仔因对家园突然间改变的紧张感。官府建议民众先找长期大的所在，初步先稳定落来了，再过来面对未来重建家园的挑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